EPUB 那个瑞的 EPUB 电子图书，搜寻，怎么没有 EPUB 了？哦，有第2行，我看到 EPUB。还可以蓝光滤镜，好棒啊！还这种公用蓝光滤镜，这科技这么进步啊！云盘的云端硬碟。同步谷歌的云端硬碟硬盘，这么进步真的是进步厉害。现在要开启档案了，搜索 EPUB 没有啊，我资治通鉴。中文的资治通鉴找不到啊，到底要怎么办啊？资料夹，按资料夹 ，download 下载，所以应该在 download。观世音菩萨像动画。这个是制作有声书的，你看有64位原著，制作有声书的。怎么会这么神奇呀？手指头向下滑，那个换下一页呢？
人字啊，不是人理啊，那个字错了。是纯约啊，不是日啊，不是日月的月，不是日月的日，是约，再胖一点，笔画要向右一点。约是说的意思。谷歌的谷不是那个谷啊，是山谷。还有线上词典啊，哦，已经这么进步了。看文章的时候可以找字典了，只要把它反败的，可以找字典了。诽谤不是色谤。刹那不是刹那。